我哋今日要參加嘅活動係火紅虛擬閃避球，佢係融合咗虛擬同埋實體嘅電競運動。先多謝3間學校啦，都多謝新會商會咧贊助場啦，俾啲掌聲學校先好唔好啊？俾啲掌聲。好，開始。嘅學生，我頭先比賽贏咗，但係比賽嘅時候好緊張，因為頭先頭嗰兩鋪都打和，但係最後嗰鋪反敗為勝。你啦，有冇用你嘅大技啊？開心，因為我今次贏咗呢場比賽，我同內地嗰啲小朋友打贏咗啦，但係佢哋好開心啦，即係希望佢哋下次可以再贏翻我哋咯。你啦，有冇用你嘅大技啊？鏡頭，我呢度望鏡頭，1、2、3，我呢度望啊，呢度1、2、3，我開始嚟啦，好啦，好，我哋再俾掌聲，新會商會方程先，好嚟啦，1、2、3、4。4個都出嚟啦，有份出嚟嘅都要出嚟啦。一般嘅啦，好好動啊！影相咩？影相真係影相要咩啊？需要教你需要教啊！好啦，咁啊，攞到冠軍同呢隻女子